万民啊，你们都当颂赞他，因为他向我们大施慈爱。耶和华的诚实存到永远，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很开心在星期天的早晨，一同在圣殿敬拜。邀请弟兄姐妹从座位上站立起来，用我们最大的热情来赞美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是行神迹的神，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哈利路亚！让我们拍手，一起来敬拜。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铺张云彩当遮盖，夜间使火光照。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在干旱之处使水流成河。我们要欢呼，诉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歌颂，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命令狂风止息，那波浪就平静。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张开双手，我们就得饱足。我们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歌颂，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他必带领选民欢呼向前，他将列国的地赐给我们。他必带领选民欢呼向前，他将列国的地赐给我们。我们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歌颂，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欢呼，我们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歌颂，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哈利路亚！主啊，我们依靠你，在神里没有难成的事，你是得胜的主。我们拍手，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弟兄姐妹，请坐。主耶稣，求你教导我们，让我们学习在你灵里同心合意，彼此和睦，学你的样式，好让我们吸引更多人来归向你。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当我们合一敬拜和祷告，神就开始动工在我们当中。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远超过我们的。同心合一，同心合一。当我们放下自己心意，为大使命献上自己，同心合一，同心合一。让我们
们先求神国和义，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当我们合一敬拜和祷告，神就开始动工在我们当中。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远超过我们的，同心合一，同心合一。当我们放下自己心意，为大使命献上自己，同心合一，同心合一。让我们先求神国和义，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向着世界为主发光，合一寻求神国度蓝图，不在乎自己，听见神心意，使用我们走遍世界各地，同心合一，同心合一。当我们放下自己心意，为大使命献上自己，同心合一，同心合一。让我们先求神国和义，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同心合一，同心合一。当我们放下自己心意，为大使命献上自己，同心合一，同心合一。让我们先求神国和义，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让我们先求神国和义，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是的，主，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同心合一，不分彼此，为要为主你来发光，让我得见你的容面。我的灵安静在你面前，神知道你就在这里。我的灵降服在你面前，知道你是我的神。我的灵安静在你面前，神知道你就在这里。我
你的荣耀，你的荣美。主，谢谢你让我们来亲近你，来到你的宝座前，我们是何等的蒙福。赞美主，你的名是配得称颂敬拜。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继续，我们用祷告来跟神来连结，来到神的面前，感恩认罪。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请。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谦卑自己，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我们要一起同声开口来赞美我们的神，来到神的面前回转归向他。我们一起开口大大声的向神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就在我们的当中。主，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用敬拜，让我们用祷告，让我们用悔改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老神宝座前，谢谢你的恩惠蒙连续做我们随时的帮助。现在圣灵宝贵师，求你来进入每个人的心，进入每个人的心思意念里，让我们能够再次看见上帝就在我们当中，上帝就在我们的身边扶持我们。主啊，我们要向主献上我们的悔改，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向着你回转向你。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主，谢谢你，让我们是你的儿女。主，谢谢你美好的作为，你是怜悯的神，你是公义的神。我们晓得在你里面，我们毫无可夸口的。求神听我们的祷告，用祷告来赦免我们，用悔改来挽回我们，使我们真实的敬畏你，与我们同在。奉救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继续，我们为了医治跟释放来祷告。如果有需要祷告的弟兄姐妹，可以将手按在你的心上，按在你不舒服的地方。神用他的话语，用他的大能来医治我们。我们先来读这段经文：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上帝必与你同在。我们为了自己的灵、思想、情感、意志、身体的主，要将你的忧虑卸给神。我们早就不止一次用祷告来经历我们的神。我们再次的来到神的面前，开口同声向他来祈求。主啊，求你来医治，求你来恢复。主，让我们来到这面前。主，谢谢你的恩典。主，我们向你来祈求。主，谢谢你医治了我们，谢谢你恢复了我们，帮助我们不被辖制，帮助我们不被忧伤笼罩。断开这一切的锁链和枷锁，让圣灵的大能来浇灌在我们每位弟兄姐妹身上，让耶稣基督的宝血涂抹遮盖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身上，让我们的身体能够得到医治，让我们的心灵能够得到恢复，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被上帝所修补，能够成为贵重的器皿，合乎主用。愿上帝你的人、你的灵、你的话充满在我们当中。哈利路亚！谢谢赞美主。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来祈求。主，你帮助我们不被那恐惧辖制，不被愤怒来捆绑，不被忧伤来笼罩。求主你的爱充满我们，医治我们，恢复我们，使我们得着真正的平安。主的爱要完完全全的充满在我们的身上，使我们也能用神的爱去爱。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继续，我们要为了主日来守望哈，今天是特别的一个聚会，下午有感恩礼拜。那我们先一起来读这段经文，请。为要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使你们内心的力量刚强起来；又要他使基督因着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使你们既在爱中生根立基，能够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超过人的知识所能测度的，为要使你们充满上帝一切的丰盛。为了今天主日的所有的服事的同工，求神赐下属天的能力，也为了我们的教会嘉天主任牧师智慧能力，还有我们的同工，还有我们的会众弟兄姐妹，我们都要起来一起跟神同工，同心合意来兴旺福音。我们也为了49号的5楼6楼牧师馆，还有外墙顶楼，我们现在正在做整修还有清洁，求神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对齐这个地方哈，我们一起来守望。我们为了第7组来祷告，求神保守他们每一位组员出入的平安，身心灵健壮，信仰坚定，灵命更新，能够容神一人。也为了受病痛折磨的，求神来减轻他们的压力还有负担。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就在我们的当中，主让我们来经历你。我们为了教会来守望祷告，主让我们的教会里面在这里，为要行这个你所喜悦的事情。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当中。主，谢谢你说我们就是教会，求神来兼顾我们，让主你的教会来健康的成长。主，谢谢你恩待了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在我们的当中。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主，谢谢你，主啊，亲爱的神，就在我们的当中，就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主，我们谢谢你，哈利路亚，谢谢主。主，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充充足足的在我们身上。我们为了主任牧师的就任，愿主赏赐智慧能力同工，愿迦南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都举起圣洁的手，一起做工，一起仰望神。为了5、6楼的牧师馆外墙整修，还有大楼的清洁来祷告，求主帮助我们的心一同被建立，一同被清洁。求主赐福第7组的小组，每一位组员健康平安，经历神，亲近神，让我们一起活出荣神益人的生命。谢谢主，求主垂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我们一起用主祷文来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好，谢谢大家。我们接着要来报告。如果你有周报的，可以请你打开我们的1、2页，我们一起来看。那第一条消息报告呢？今天下午3点是陈博士牧师要就任本会的第6任主任牧师受职感恩礼拜。那2点半要召开小会，在501教室。这个是迦南教会的喜事，我们先来掌声来恭喜我们自己，好不好？哇，非常的热闹。今天2场礼拜人非常的多，大家都也来参与这个喜事的样子哈。那我们座位有一些安排，大家周报里面的第6页有这个，可以看一下。我们2楼呢，就是会留给这个外来的牧者，还有来宾、盘顶教会、陈牧师的亲友、小会员、退任的长老。那我们有保留给本会的呢，是80岁以上的。我们在左后边的4排是保留给本会的80岁以上的哈。那3楼礼拜堂还有401教室已经有160张椅子哈，所以我们这个自己人我们就往上坐哈。那当中的礼拜呢，会有一个誓约，还有大合照，会请我们会友移动到2楼来。那我们都会用连线的方式，再请大家帮忙动员一下哈，谢谢。那有一个拍照的顺序，这个在我们的下午的程序单都会有，所以你在进场的时候再注意来看一下哈，一定要出现在大合照里面好吗？好，我们一定要参与哈。好，那这个6月2号呢，下午的长执会后3点，在401同地方召开小会。7月7号呢，要举行我们第4次的圣礼典，要受洗的呢有以下：洗礼、坚信礼、信仰告白、小儿洗礼，在6月23号之前要报名。那我们要完成成人洗礼跟坚信礼呢，要完成这个基要真理的课程。那需要详细的内容，可以来问我们的干事室哈。好，6月2号是召开长执会，请在5月29号之前提出报告资料。下个礼拜就开始进入6月份哦，请我们各个服事人员要注意服事的项目还有时间。好，健康咨询这个医疗关怀，我们现在改在49号的1楼哈，是我们第4周早上10点半到11点半的时间，这个是个很好传福音的机会，你可以邀请你的朋友来参加。5月30号就是这个礼拜4晚上的7点半，我们有一个区长跟小组长的座谈会，那有分享的题目在下面哦，大家可以来参加，一起来关心。圣经共读的示范是提摩太前书跟提摩太后书，我们现在是礼拜5的晚上，还有礼拜6的早上哦，它是一个连续的时间。如果你想知道更多详细的细节呢，可以透过你的小组长来了解这个讯息哈。好，然后圣经共读也有提供线上的连结。
下礼拜3一样有松大的讲座哈，那松大讲座它品质很好，这也是一个很好传福音的窗口。好，友爱基金是6月2号的中午12点要申请截止。好，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来宾介绍要起来了。我知道今天我们有2位朋友有填单，肖家恩跟温佩华，然后我们今天还有陈牧师的爸爸妈妈在这边，然后还有淡江中学的校牧熊牧师也有走过来，对不对？我好像有看到，有来看到哈。好，那我们先来介绍陈牧师的爸爸妈妈，请起立，大家欢迎。哇！陈牧师的爸爸也是牧师，对，也是陈牧师，陈牧师、陈师母，好，好，谢谢，请坐。好，那我们有2位新朋友，温佩华吗？在哪里？我们有送一份礼物哦，请你尽速的站起来。好，没有，下一位，肖家恩有吗？有在我们这边吗？好，可能是第1场礼拜哈，因为他们比较早填那个信息，那上面都有照片。这个，因为我们现在分2场礼拜，我们就透过这个照片来辨识大家哈。好，谢谢我们的报告在这边。那我们一起来读金句。好，我们来读2次哦哈，预备起。因此，他已把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使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分享神的本性。彼得后书1章4节，再一次。因此，他已把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使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分享神的本性。彼得后书1章4节。好，接续我们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如果您不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祷告来表达您的感恩。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神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神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请起立。如今软弱者已得刚强，贫穷者已成富足，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如今软弱者已得刚强，贫穷者已成富足，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感恩，感恩，感恩。亲爱的天父上帝，以你的荣耀，我们在你的里面欢欣喜乐，殷勤卓越。殷勤人必得丰裕的果子，因为你赏赐殷勤做工的人。我们并经历富有、尊荣、丰盛的生命，因为喜爱并拥抱从你而来的智慧。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活在你的丰盛中，蒙福直到永远，感恩直到永远。我们要全心全意全力的来爱你，因你先爱了我们。你那永无止息的爱和良善，使我们能彼此相爱。你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上帝，我们要一生一世欢欣喜乐的服侍你。在此献上我们的金钱，作为圣工主用。愿主悦纳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谢谢，请坐。
好，继续我们要一起来读圣经，我们要一起用经文来敬拜神，所以大家可以一起大声的读经文。彼得后书1章3到15节，我念单数节，请弟兄姐妹念双数节。上帝的神能已经把我们过敬虔生活所需的一切给了我们，这恩赐是借着认识那位呼召我们来分享他自己的荣耀和善德的上帝而得的。这样，他把他所应许那最大最可贵的恩赐给了我们，借着这恩赐，你们得以逃避世上那毁灭性的欲望，而分享上帝的神性。为了这缘故，你们要尽力在信心上加上美德，美德加上知识，知识加上节制，节制加上忍耐，忍耐加上敬虔，敬虔加上手足之爱，手足之爱加上博爱。这些就是你们应该培养的品德。如果你们都具备了，你们就会更积极、更有效地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但是缺少这些品德的人是短视，是瞎眼，忘记了他们的旧罪已经被洗净了。所以弟兄姐妹们，你们要更加努力，使上帝的呼召和节选成为你们永久的经验。有了这些经验，你们就不致堕落。这样，你们会获得充分的权利，得以进入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永恒的国度里。因此，你们已经知道这些事，而且在所领受的真理上站稳了。我仍然要不断地提醒你们。我想，只要我活着一天，我应该常常帮助你们记得这些事。我知道我不久会脱离这必朽的躯体，这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我的。最后一节我们一起读：我要尽量想法子，使你们在我死后还能常常记得这些事。好，我们要邀请陈柏志牧师来讲道，他的题目是“欢迎上8楼”，欢迎上8楼。好，请。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现在在2楼啊，好，那8楼呢，还不是迦南教会的，好，但是呢，希望有一天我们也可以上到8楼，好，成为迦南教会敬拜的地方。今天是迦南教会的大日子哦，好，那今天下午好是第6任牧师，好，也就是鄙人在下我好要来就任的日子，好，感谢上帝啊，让迦南教会这个没有牧师的时间呢，非常的短。可能对大家来讲，怎么这么快就有牧师来了？好，那也叫紧我书就来啊！好，但是呢，对陈牧师和全牧师一家人而言啊，我们离开上一个正式的教会呢，就是拉斯维加斯的台美长老教会，已经过了3年又5个月的时间了。所以这3年又5个月的时间呢，好，牧师也不是失业，也不是无业游民，好，而是在不同的教会，好，用不同的方式，好，来协助，好，帮忙，好，包括在波士顿，包括在夏威夷，好，包括在台中，包括在台北，所以上帝很奇妙的恩典，好，让我能够好有机会回到迦南教会。好，那许许多多的感谢呢，好，可能无法一一表达，好，但是我相信，好，迦南教会弟兄姐妹对我们的关心、支持和代祷，好，真的是让我印象深刻，好，那当然也包括我的家人，好，家人们的支持。而迦南教会，好，是在我心目中当中，好，服侍过的这些教会当中，好，有8间，好，让我真的是非常的受到感动啊。迦南教会是从圣灵降临节那一天，好，就开始的教会，一直到今天，好，都是迦南教会一路走来的历史。我们可以看见上帝很奇妙的作为。有人知道迦南教会是在哪一年设立的？好，是在1965年几月几号？10月31号，在什么地方？22号，知道在哪里吗？好，在大庙的附近，好，巷子里面的巷子，好，是一个小巷子里面的小教会啊。
但是呢，没有想到在2年后，好，他们就买到了往这个民生路去的和平路107号做礼拜堂。好，但是那时候房子还是非常的简陋，好，隔音非常的差，好，所以做礼拜常常还是会很多的干扰。好，我上个月有去桃园教会做礼拜，好，桃园教会已经盖了10层楼，可是他们对面有一间庙，叫做什么庙？关帝庙，好，关帝庙。那一天我去做礼拜的时候，刚好那一天关帝庙也在做热闹，哇！所以整场礼拜当中放烟火啊，放鞭炮，放冲天炮，好，坐在那个礼拜堂，好，也可以身临其境，跟隔壁一起在热闹这样子。好，那个可以想象以前好在和平路做礼拜的时候，好，旁边叮叮咚咚的声音也很多。那我们现在所用的迦南教会49号是什么时候开始呢？1970年，好，买下了中华路49号做礼拜堂。用了12年之后呢，这个礼拜堂不够用，所以拆掉，好，盖了一个地下1层、地上5层的礼拜堂，而又用了10年，1994年5层楼的礼拜堂不够用，所以又往上盖了3层，从6楼盖到8楼。好，那在2019年到2022年2年前，好，上帝又赐给迦南教会，就是我们现在使用这个地方，中华路33号2楼，好，有300多坪的地方，好，能够成为一个敬拜上帝的场所。所以我们看到上帝一路带领，从永乐街一直来到中华路的33号。好，上帝有没有与迦南教会同在？好，也看见上帝带领迦南教会，好，得地为业、扩张境界的过程。这个地方好，一定对我们来讲很陌生，它就是中华路49号，好，最早买下来的样子。好，是前身呢，它是一个土地银行，在前身呢，它是一个临时的居留所。所以你可以看到教堂外面，好，特别是1楼很多的铁窗，好，那个铁门呢也特别的厚，所以来做礼拜呢，总是会有一股阴森的感觉。好，你有去过这个地方，有在这边做过礼拜的，请举手。好，光福长老、瑞君姐，好，我们在这一场的有3位哦，好，在第一场的有30-40位，到现在还在哦。好，你知道里面的礼拜堂长什么样子吗？好，里面的礼拜堂好就长这个样子。所以很快就把礼拜堂坐满了。好，所以呢，前面这个年轻人呢，好，要来介绍一下。好，这个年轻人呢，知道是谁吗？哎，厉害！好，是我们瑞君长老的这个同学啊，这个文杰长老，好，文杰长老，好，比现在的嘉伟还年轻哦，还年轻。好，那时候呢，就在迦南教会好这边做礼拜。瑞君姐有看到你在哪里吗？我找不到，找了半天，好，因为这个照片好太早了。但是呢，这个教堂呢，1楼礼拜堂，2楼是会议室、教室跟牧师馆，好，所以呢，空间实在非常狭小。好，我们有地方煮爱餐吗？有地方小组吗？有地方好开会吗？好都没有地方，也没有地下室。所以到了1982年11月15号，好，那教会就有建堂的意向，所以拆掉重建。非常短，不到2年的时间，到1984年10月31号，好，盖完这个地下1层、地上5层的礼拜堂，同时在那一天来献堂哦。这是那时候礼拜堂的样子，好，跟我们今天隔壁49号在做礼拜的样子有没有很像？好，其实就是一模一样，好，只是呢那个后面那个礼拜堂的那个墙壁改成白色，好，然后拆掉。其实整个地板，包括椅子，包括它那个讲台，好，司会的讲台，还有那3张椅子，好，都是一样，好，还有包括那一台钢琴，好，都是原汁原味，好，用了几年呢？好，到今年10月31号就满40年了，好，满40年，所以40年来迦南教会的空间，好，礼拜堂的空间，好，都一样。我们也看到这是教会的外观，还记得这个地方吗？好，记得有这个照片吗？好，因为我找了半天，好，这个外面的照片非常的少，但是我们看到一个很特别，迦南基督长老教会的招牌是直的还是横的？直的。好，我们现在整个迦南教会的都是横向的招牌，横面的。我们每一个立面就是中华路过来，所以你在中华路常常找迦南教会，开车很快就经过了，因为都是什么？要么就看到什么垫脚石啊，什么山景啊，看到什么朱宗庆啊，好，那看到台北富邦，可是看不到迦南教会的招牌，好，因为我们没有这个直面的招牌，好，但是那时候教会的门跟骑楼还没有盖上去，门是在正中间啊，好，所以这是10年间好教会的外观
到了1994年，教会真的已经坐不下了。好，虽然5层楼好不够用，所以呢，好陈道雄牧师在1994年好要离开前，好锤子一敲下去，好，然后就在增建5楼到8楼，短短1年半的时间，好，在隔年的10月31号又完成了。好，所以这一个建堂的过程，好，刚才一开始我们看到的，从1965年、1967年、1970年、1982年、1994年，好，这是上帝带领我们的轨迹，也是看到自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上帝在迦南教会所做的新事。所以今天我们下午也有机会，好拍一张历史的照片。好，这张照片呢，很有可能20年后、40年后，在台上讲到的牧师，还会把照片贴出来。好，到时候你可能也可以举手说：“啊，有，我就在那张照片里面啊。”好，所以呢，希望大家下午好都不是为了要拿纪念品来参加，好，而是真的为了要来拍这张照片，好，然后来参加。但是在这边，牧师也要教大家一个小技巧，好，因为这个照片呢，好，你要怎么样好的位置，当然就是要站在中间好的地方。怎么样你可以在那个地方呢？好，我们可以从1楼好的女生厕所后面，1楼后面的女生厕所，你不要跑到这栋楼的1楼。好，49号1楼的女生厕所后面有一个楼梯可以上去，上去之后到哪里呢？上去出来之后就是管风琴，好，你就可以很快速的，就是到拍照区哦，拍照区。好，所以如果今天我们是坐在4楼、坐在3楼，或是坐在1楼，甚至坐到7楼去的人，好，你可以在特会员啊，陈牧师祝祷完，好，下午的这个祝祷完，特会员退场的时候呢，就可以赶快到1楼女生厕所那个地方排队，好，准备上楼去那边好拍照，好，因为陈敏哲长老会这边指挥，好，这个是牧师累积历年来的经验，好，你要怎么样找到快速拍照的好地方啊？好，那这是在今天下午好的这个大事情，好，邀请大家一起来关心。2个礼拜前母亲节那天，牧师用彼得前书跟大家分享如何面对苦难，知道苦难是上帝的拣选的人所必经的考验，通过考验的人，在耶稣基督来的日子、显现的日子要得到奖赏。而今天牧师要跟大家分享，这个礼拜我们在每日献光会读到的彼得后书。彼得后书只有短短的3章，但是教导我们有正确的信心，以及明白上帝的应许。因为当时教会面对的假先知和假教训的冲刺，以至于许多基督徒被偷、被拐、被抢、被骗，失去了对耶稣基督再来的终极盼望。今天有没有假先知？有没有假教训？有没有偷拐抢骗的教会？哪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好叫做，大家说一次，全能神教会。好，这个教会来自中国大陆，好，又叫做东方闪电。这个教会改名之后，自称是教会，一方面攻击圣经、毁谤圣经，一方面又引用圣经的话随意解经，支持一位自称是神的女基督，骗取所有基督徒的信心和他们得救的生命啊！所以在我个人的脸书当中，常常收到莫名其妙的讯息。嗨，陈柏志，主日平安，愿主祝福保佑你全家人，主日快乐。今天上班还是去主日敬拜呢？他不知道我是牧师，还问我今天是去上班还是去敬拜。陈柏志，嗨，主日平安，脸书一直推荐我们成为好友，我觉得你是个善良的好人，感谢你。所以发信息问候一下，请问你也是基督徒吗？他也不知道我是牧师。这样子的讯息，这样子的邀请，好，其实好是在跟你建立关系。当跟你建立关系之后呢，他会问你有没有读经。你没有读经的话，他会邀请你一起来读经。当邀请你一起来读经之后呢，他就会去邀请你去参加全能神教会的小组。邀请你参加小组之后呢，他会告诉你说，我有一个表哥、堂姐或是一个阿姨从中国大陆来，他会来参加我们的聚会，你来听听他们在中国大陆那边的聚会的情形和分享和见证，然后他们就会用包围式的、洗脑式的好灌输你。曾经在我们迦南教会当过执事，后来到别的教会担任长老。他也在好几年前参加了全能神教会。后来我打电话给这位长老的时候呢，好，他一直说他不会离开，他一直在那边。过了很久，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已经离开，但是我知道我们基督徒，如果你没有足够的装备和预备，你是没有办法去跟全能神教会做辩论的。好，因为他们都已经训练好。预备好，就好像今天我们来做礼拜，在楼下有一群好2个弟兄，好穿着很整齐的衣服，在那边好要发单张，
好，然后呢，守望台好，告诉你耶和华好，他们是耶和华的见证人。耶和华见证人是不是基督教？不是。他是不是教会？不是。虽然他们叫做王国聚会所，但是耶和华见证人他们的信仰的核心只有承认耶和华是神，还有耶和华的灵，但是他们不承认耶稣是基督，他们不承认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们只认为耶稣是一位伟大的先知。就因为这一点，他们对耶稣的认识使他们不是成为耶稣基督的教会，包括摩门教说是耶稣基督末期圣徒教会。但是因为他们虽然承认基督，但是他们又承认他们的创教教主叫做史密斯，John Smith 约翰史密斯，承认他是弥赛亚救世主，是耶稣之后的那一位，所以他们也离开了基督教。所以我们基督徒在2024、21世纪还是有可能遇到了假先知，遇到了假教训，遇到了对基督徒偷拐抢骗的教会，我们要非常的小心，要非常的谨慎。而彼得后书短短的3章，提供基督徒正确的指引，帮助信徒灵命健康来成长。特别不论是初信者，或是一位基督徒，甚至是一位老基督徒。所谓的初信者，就是洗礼不到2年的基督徒啊。请问洗礼不到2年的弟兄姐妹，请举手。好，洗礼不到2年，好，桂兰姐，好，在这边一位，好，这边还有一位，好，谢谢，请放下。好，这些呢可以说是属灵的婴孩啊，是一个初信者。一个初信者要攀爬好一段阶梯之后，才能够成为第1章第10节的基督徒。而这个基督徒的定义就是你要经过初信者攀爬的阶段，而基督徒也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攀爬、成长和努力，才能成为一位老基督徒。什么是老基督徒呢？好，绝对不是你受洗的时间越久越老，而是你能够成为属灵的祖父母啊，好，就叫做属灵的阿公阿嬷。我们说一次，属灵的阿公阿嬷。在座是阿公阿嬷，请举手。好，请举手。好，请放下。好，这些阿公阿嬷为什么成为阿公阿嬷？因为他们有结婚，有生小孩，然后他们生出来小孩也知道要结婚，也知道要生小孩，所以他们就成为阿公阿嬷。基督徒的属灵的阿公阿嬷就是老基督徒，就是知道我们要结出属灵的果子，就知道要让这些属灵的果子结出来属灵果子，他们要再去结出一批属灵的果子，能够传承下去，这才是老基督徒。所以我们来看什么是初信者要努力攀爬的阶梯呢？第五节到第7节，我们邀请大家一起来读。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努力，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性；有了德性，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好，谢谢。到这边，这里黄色的地方总共有8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有了，然后呢又要加上，有了又要加上。它的写作的结构方法就很像你到了这层楼，再加上去，到了这层楼再加上去，所以它很明显的是一个8层的楼梯。但是很重要的，不管在哪一层，很重要的8节和9节，有了这几样，意思就是说，你爬到8楼的人，就是还要再继续增长哦，不是爬到8楼，哇，我当基督徒，我就可以翘脚练喙秋，就可以在那边纳凉，不是，再继续增长，不至于懒散不结果子。但是第9节更重的话说，没有爬上来的，没有这几样的，是什么呢？大家大声的说：瞎眼、短视，忘了他过去的罪，已经得了洁净。如果我们没有爬上这8层的阶梯，没有，就算你爬到7楼而已，耶稣就来了，还是一个不足。
所以我们要努力的爬上8楼。感谢上帝，让迦南教会49号建到了8楼，所以我很容易用这8楼的比喻。1楼叫做信心，2楼叫做3楼、4楼、5楼、6楼、7楼、8楼。请问你现在爬到几楼？上一场的人大家都好大声回答说8楼，这一场的人我居然都没有听到半个人说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我们还没有确定我们爬到几楼呢？我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信心不是只有你相信受洗，信心代表你的决志，代表你对耶稣的相信。当你相信的那一天，你就是来到教会的1楼。但是这个信心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你是否相信耶稣基督再来。你有没有相信耶稣基督再来呢？对很多的基督徒来讲，他可能没有想过这件事情，因为他没有去想，他没有去准备。所以马太福音第24章、25章，让我们看到耶稣的比喻是那10个童女当中5个没有准备耶稣基督再来。所以当耶稣再来的那一天，他们的灯已经没有油了，他们没有办法走到那一天，或是撑到那一天，以至于婚宴，天上羔羊的婚宴开始的时候，那5个童女跑出去买油，回来的时候真的买到油，可是回来的时候门关上了，他们在那边敲门，我们要进去，但是外面看门的说，对不起，婚宴已经开始，美乎来不及了。基督徒的信心要一个预备，就是耶稣基督要再来，而耶稣基督再来以前，我们要预备我们，让我们自己去见到耶稣的时候，不是2手空空，而是预备好迎接耶稣再来。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我们要预备好迎接耶稣再来，我们要预备好迎接耶稣再来。当耶稣来的时候，大家无精打采；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大家双手空空；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大家脑袋空空，这样是在迎接他吗？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必定是盛装打扮，我们必定是带着丰硕的成果，我们必定是预备好自己，预备迎接欢迎耶稣再来。所以我们要爬上2楼，受洗代表我们重生的那一天，我们要品性，我们的品格行为都要学像基督。3楼代表我们要借着圣灵明白进入真理，要把上帝的话读到我们的生命当中。4楼代表我们的节制，就是我们操练我们祷告的生命，能够胜过试探。胜过试探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就是祷告。所以我们有什么样的祷告生活？一个礼拜来参加1次祷告会够不够？参加主日的会前祷告够不够？那怎么办？日常生活中要祷告，我们要每一天花时间跟上帝祷告，因为从1楼到4楼都是在建立我们自己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这4层的关系你没有建立好，你在往上盖得上去吗？迦南教会如果没有先盖到5楼，直接要盖到8楼，盖得上去吗？盖不上去。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信心，然后要受洗后的重生，我们要读经，而且我们要祷告的生活，我们的生命才能够再往上盖。那5楼要盖什么呢？5楼到8楼是基督徒跟人的关系。5楼忍耐代表我们聚会，有没有参加过聚会？有啊，大大小小。有没有很喜欢聚会？有啊，好，感谢主，好，有喜欢聚会。有没有不喜欢参加聚会的人？我也看到有一些人，那个是翁明业哈，嗨，好久不见，好，这个今天看到明业很高兴。好，有一些人牧师回来迦南教会很久没有看到了，这些人为什么渐渐没有来聚会？有的可能去别的教会，有的可能去别的教派，有的人可能去出国去别的地方，有的人可能去外地，但是有的人他也在桃园，他却没有去任何的教会，因为可能在教会里面发生了一些事情，可能在教会里面有一些人。可能在教会里面有一些声音，有一些话，让他忍耐不住，忍耐不了，所以他就渐渐失去了聚会的习惯，
希伯来书第10章第25节告诉我们，不要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你只要停止1次，就会停止2次，停止2次，可能就会停止20次，然后就会停止变成习惯。我曾经看过某个教会的执事停止聚会，而且还吃素，吃素之后还念佛，到现在都没有来教会。我也看过某个教会的执事，曾经当过教会执事，后来他都在互助社里面工作，互助社就在教会隔壁。可是他以后来教会，只有到互助社，再也不参加教会任何的聚会。我们需要操练忍耐，我们需要让我们的忍耐聚会能够长久，就是我们的忍耐。而忍耐的上一层楼是什么呢？前进。你觉得前进用什么最可以显照我们前进的生命呢？我认为就是我们的奉献。提摩太前书第6章第6节说：“敬虔加上知足，就是大利啊，就是大利。”你要看一个人对上帝的敬虔，很简单，就是耶稣在登山宝训说的：“看他怎么奉献，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那里。”所以奉献可以看出一个人他对上帝的敬虔。好，你看不到他的内心跟上帝，你看不到他自己在家里面，你看不到他在生活当中，但是你看得到的就是他的奉献。所以不要认为我有奉献没有奉献，没有人在 care， 因为这在6楼的操练，很多人在这一层楼爬不上去。就像是路加福音这个少年的官，马可福音有记载，这个少年的官因为他的钱很多，他没有办法奉献出来，以至于他爬到了6楼之后，就忧忧愁愁的走了，然后再也没有回来，也没有再上去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在奉献上面操练敬虔。但是牧师不是告诉大家，或是强迫大家，或是威胁利诱大家。奉献的基本原则就是甘心乐意。好，大家说的是甘心乐意。甘心乐意。所以你奉献的不甘不愿，我会劝你不要奉献。如果你是借钱来奉献，我会劝你赶快去把钱还掉，有钱之后再来奉献。奉献，好，刚才我们都会念，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好，是甘心乐意的，好。所以我们在每次的奉献上面，好，你一定要把上帝给你的有的，你才拿来奉献。上帝没有给你的，你不要自己给搞，好，拿出来奉献。我曾经看过，好，有人想要用奉献，好，种下去，希望可以有30倍、60倍、100倍。如果这么厉害，好，上帝就是开一家股票市场，好，投资报酬率好100%。10000%，但是没有这么高，而是上帝给我们的，我们才用上帝给我们的去奉献，而且是甘心乐意。7楼代表爱弟兄的心，你怎么去爱弟兄呢？服侍，什么服侍呢？服侍主内的肢体，而且服侍那最微小的，坐在最微小的身上，就是坐在耶稣的身上。如果你就是服侍那些你看得很顺眼，你看得很喜欢，你看到他就要想要抱他的，你服侍他有跟没有都一样，好，因为你本来就很喜欢他。你要服侍的是那个最微小的，你要服侍的是那个可能是衣服最邋遢的。雅各书说有一个穿金戴银的进来，你们就跟他欢迎说来坐在这边，然后一个邋遢的进来说哇靠贼罗比卡，好，这样的服侍是永远只能够在7楼。而是服侍坐在最微小的身上，好，哪怕他身上有味道，哪怕他身上有欠缺，哪怕他可能哭得一塌糊涂，但是你愿意服侍他，这是我们在7楼的考验。而8楼呢，就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一些独生子赐给他们，你能够去传福音，能够去分享，而你不是照本宣科，你不是在背圣经给他听，而是你是自己从1楼、2楼、3楼一路爬上来的人，你的去分享这样的见证，才是真正的福音。阿们。如果你没有爬到7楼，
然后你就要去坐电梯到8楼。好，我们大部分人，包括牧师，好，住在8楼，都坐电梯。可是你没有去爬过每一层楼，你就直接搭电梯来8楼去传福音，会发生什么事情？哇，耶稣爱你，可是呢，我自己也不知道耶稣有没有很爱我。耶稣赦免你的罪，可是你自己心中常常很多的罪，自己都不能饶恕自己。这样的人传福音，最后会变成瞎子带领瞎子，2个人都掉到地下室。如果我们这边有地下3楼，好，不知道掉多深去啊。而我们基督徒要爬的楼梯，这是给初信者。所以让我再问一次，请问各位在座的基督徒们，你现在爬到了几楼？哇，这个很有信心，好，表示呢，刚才牧师讲的你都有在听啊。好，如果你能够很肯定的，你已经不是初信者了，恭喜你，好，你是一个架杠的基督徒。但是彼得告诉我们，架杠的基督徒还有楼梯要爬，这个楼梯叫做更加努力的楼梯啊。我们一起来读第10节、第11节。所以弟兄们要更加努力，使你们的蒙召备选坚定不移。你们实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地得以进入我们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度。这里有3个关键字：蒙召、备选、坚定不移。红色的叫做这个楼梯，叫做什么楼梯呢？更加努力的楼梯。已经有了这8样，可是呢，你不要想说，我就在那边翘脚练嘴球，我要更加努力。所以你看到初信者很努力，而你是基督徒，谁要比较努力？基督徒要努力，而且是更加努力。如果你看到基督徒初信者很认真在聚会，初信者很认真在奉献，很认真在参加祷告会，可是你自认是基督徒，都比不上他们。抱歉，你可能爬错地方了，你可能爬错楼层了，你可能爬的楼梯不是上帝要我们爬的楼梯。一个基督徒的楼梯是要比初信者的楼梯更加努力，因为11节说，这样当我们进入天国的时候，我们是孤孤单单，还是丰丰富富呢？丰丰富富的。当我想到这个画面呢，我就会想到有一天，当我躺在棺材里面的时候，这个棺材旁边是孤孤单单的，还是丰丰富富的呢？丰丰富富的，很多的兰花啊，很多的玫瑰花啊，还是很多的什么花？很多的人，这就是我想的。我希望有一天我躺在棺材里面的时候，旁边不是孤孤单单的小猫2、3只，是丰丰富富的。我们也一样，当我们进入天国，得以进入天国的时候，我们是丰丰富富的，因为我们要更加努力。这里有一张照片，1984年10月31号，刚才有提到这个日期，考试一下，有没有人还记得那天是什么日子？迦南教会什么日子？献堂的日子。好，1984年10月31号，好，就是那个礼拜堂启用，好，做一个献堂的感恩礼拜。好，所以离今天呢，快要40年了，好，39年又6个月了。好，在6个月，在7个月，不到在5个月，好，又在5个月就到了。请问你有在这张照片的人，请举手。仁圣长老、光福长老、张娟老师，好，瑞君姐，好，瑞君姐应该也在，好，不太确定，好，因为你退休太久了。抱娃娃哦，那时候可能在抱娃。40年前哪有娃？哦，有了。好，恁到囡仔已经有超过40岁啊！哦，这么快。好，40年前，好，现在我们这场礼拜当中有4个人可能在那个照片。好，但是呢，上一场礼拜呢，很多人在。
好，所以如果你想要去看一些活化石呢，我们可以来去参加第一场的台语礼拜啊。好，没关系啊，因为立法院也有活化石，好，在迦南教会也有活化石。好，这些人都在见证一件事情，就是他们的蒙召备选，到了今天40年后，有没有飘来飘去？没有，还是坚定不移哦。他们还是非常的坚定不移。我要请问一下光福长老，你在哪一年当长老？张娟老师知道吗？算一下，还记得35岁。好，我帮你算好了，1984年，好，刚好就是这一年，好，1984年，好，李仁胜长老点名一个，请问你会记得你是多一年做长老的？袂记得啊，15年前，搁较早，有吼，甲你讲。2000年，24年前，好，你过得太快乐了，都不知道时间过得这么快，好，都不知道时间过这么快，好，你已经当长老24年了，好，光福长老已经做了40年了，好，40年啊，好，这长老，好，到今仔日，好，搁伫咱的礼拜中间，好，跟我们在一起，你可以去回想一下，好，他们怎么当上长老，因为他们是先蒙召。分担教会的工作，后来被选上执事，执事要做2任，被选上长老，好，担任长老，一直到今天，有没有尾声？有没有坚定不移？有没有很感动？有没有想要给他们掌声鼓励一下？好，该鼓励一下啦。好，如果在上一场呢，就更多了。好，上一场的长老更多。光福长老，再问一下。你知道你是迦南教会第几位长老？好啊，这个你可能想10天也想不出来。好，你是迦南教会第16位长老，你是第16位长老啊。仁圣姐的，不知啊，你是第31位，31位。好，那丽珠呢？啊，你是第54位。你是第54位长老，好，你想要知道的话呢，好，大家回去看这一本，好，然后里面没有帮你算，这是我自己算的，好，所以牧师有时候很无聊，好，不然没在困，好，在算，谁是第1个长老，谁是第2个长老，好，但是算出来之后呢，真出名，好，迦南教会到今天已经生出了55位长老，那你知道55是谁吗？我。哦，拍谁？我还没有当长老就先当牧师了，好，可能回不去了，好，回不去了。加深，好啊，加深去哪里啊？他上一场，好，他上一场的好服事，好，所以呢，在这几年当中，我们看到上帝给我们的蒙召备选，而我们要操练的阶梯就是要坚定不移啊，好，这个坚定不移，好是非常重要的，好是非常重要。所以当接下来或是之后。有机会，你被推荐要被选执事，请问你要不要答应？要。如果将来有机会，你被推荐被选长老，你要不要接受？要。好，要。感谢主。好，我们要，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楼梯啊。你说要，就是你想要爬上去；你说不要，代表你不想要爬上去。那你就是在基督徒的楼梯这边停留在那里，但是最后基督徒还有一个老基督徒的楼梯。我们来看什么是老基督徒的楼梯呢？叫做尽心竭力的楼梯。我们来读12节到第15节啊。虽然你们已经知道这些事，并且在你们已有的真道上得到坚固。我还是要常常提醒你们这些事。我认为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应该激发你们的记忆，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我也要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时常纪念这些事。
这里呢，好有一个字叫尽心竭力，所以我把它圈出来，然后叫做楼梯，叫做尽心竭力的楼梯啊。这是彼得在讲他自己耶，他已经不是一个初信者，他已经是一个基督徒很多年，他现在是一个标准的老基督徒。可是他这里提了3件事情，好用黄色标起来，常常提醒、激发记忆、脱离帐篷。你觉得彼得他在干嘛？他在写他去露营的日记吗？一天到晚去哪边露营吗？不是，那个帐篷指的就是指他们的身体。好，他们以前是用帐篷来指他们自己的身体，脱离帐篷，好，就是代表他们快要去见上帝了，要去跟上帝喝咖啡了。上帝说，上帝已经启示他、指示他，他已经要去见上帝的面了。所以他有3件事情要提醒。要激发人的记忆，还有他自己准备好要脱离这帐篷。这张照片我也标了日期，哪一年？2005年10月29号是什么事情？迦南教会40周年，继陈柏志传道、封牧、就任青年牧师受职感恩礼拜，在什么地方？那一天你有去的，请举手。那天有去，这么少人哦，没有举手，你们那天都在干嘛？好，一刚奈博去，好，那一天500多个人去妇女馆参加。好，那这张照片是在大合照完之后，好，现任的牧长、牧师、长老、执事的拍照。所以找一下处于长老在哪里呢？处于长老在这里。好，那是他第1年当执事的时候。苏青呢，他也是执事，好，然后呢，光福长老在那边，好，还有很多我们认识的，好，你可以去看一看，好，这本里面都有。但是呢，有几个人已经拆帐篷的呢？来考一下，已经拆帐篷的，好，杜福贵、杜医师，还有呢，好，这一位叶桂梅，好，桂梅姐。他们已经好拆帐篷了，好已经去找上帝喝咖啡了。好，讲到杜医师或是讲到桂梅姐，好可能比较资深的人，好对他们有认识。但是如果你还记得他们，表示他们留下了东西给你，好不是给你钱，也不是给你什么吃什么便当，他们留下他们属灵的榜样，好给你们。这是一个老基督徒要尽心竭力的楼梯啊！好，上帝要我们好被选、蒙召和被选，但是要我们留下榜样。所以彼得不断的提醒这些门徒的门徒，不断提醒这些的年轻一辈的初信者，要激发他们的记忆，回顾他们信主教会的历史，以到他们脱离帐篷的时候，他们并不是真的脱离帐篷。其实他们呢还跟我们活在一起，好，所以这些人，好，如果哪一天他们去见耶稣喝咖啡，好，但是我期待他们所留下来的，好，也不是只有这些人，而是我们所有人，你都留下了一个尽心竭力的楼梯。这个楼梯比第1个楼梯、第2个楼梯还要困难，因为那是用生命所换来的。所以我鼓励大家。这3个楼梯是要帮助我们分享上帝的神性，也是我们今天这段经文一开始前面2节所说的，神的神能已把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神，因此他已把第4节我们一起来读，因此他已把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使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分享神的本性。最后这个是一个重点。彼得一开始写这3个楼梯的经文，他的目的就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去分享神的本性。分享神的本性，在另外一个圣经的版本叫做分享上帝的神性，又是上帝又是神，什么意思？意思就是你能够去见证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你能够分享
上帝是神，是习在、今在、永在的神。这就是一个不论是初信者、基督徒、老基督徒都在做的事情，见证耶稣是基督，上帝是习在、今在、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上帝，分享神的本性。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去分享神，可是分享不出他的本性。我们所讲的神让人家觉得太神了，或是我们讲的神太不切实际了。我们讲的这个神好像是住在另外一个宇宙、另外一个星球当中，分享的是另外一种神一样。而是基督徒要爬的楼梯，是能够分享上帝本性的楼梯，通过我们自己的爬到1楼到8楼，然后老基督徒爬到的9楼到11楼，然后老基督徒爬的12楼到14楼。有没有人住在14楼以上的？丰盛，你们到今嘛没有14楼，没有了，好，已经住到几楼？20几楼，好，现在啊，正道兄，你们家没有14楼吗？没有，你们那栋有了，你们家不是在14楼，还没有啊？那就举错例子了。好，那就去爬迦南教会就好了。好，爬楼梯有益健康。好，根据科学的调查，每爬一阶的阶梯，好，可以让你的寿命增加0.4秒。好，跟你旁边人说，爬一阶的阶梯可以多活0.4秒。所以从1楼爬到2楼要爬几阶？好，10几阶了。好，那1楼爬到8楼呢？好，可能就100多阶了。100多阶乘以0.4，好，就可以多活40秒。安内5后不？好，所以牧师每天都在爬楼梯。好，我的手表有设定，好，每天都要爬10层的楼梯。好，如果没有爬10层楼梯，那我今天就少活了4分钟这样子。没有开玩笑。但是每次当你在爬楼梯的时候呢，请你1楼1楼的爬。1楼有了信心，我们拿周报出来看，好，第5页，有了信心要加上德性，有了德性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要加上，有了爱第二心要加上。恭喜你来到了8楼。当你要爬另外阶梯，好，就是更加努力的阶梯，就是要蒙召，然后呢备选，还要坚定不移，好，你就来到了11楼。当你11楼要再上去的时候，就要做3件事情。第一个是要常常提醒，第3脱离帐篷，这样你就来到了14楼。好，你的生命在天国好是极为宝贵的。而当我们有了这些分享上帝的神性，我们就能够认识真理，抵挡假教训，我们还能够明白应许，抵挡假先知。所以这些东方闪电全能神教会，他们拿着他们自己印的圣经来送给你的时候，你很快就知道，好，这个是假教训，是假先知。好，当楼上的王国聚会所要邀请你去参加的时候，你也可以很快的清楚知道，这是不是合乎圣经。当摩门教的这个宣教士骑着脚踏车来跟你传福音、按电你的时候，送你摩门经的时候，你也可以很快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因为我们都是从一阶一阶爬上来的。当我们有了这3个阶梯，初信者就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基督徒行这几样就怎样？永不失脚，就是跌倒。基督徒很怕跌倒，什么是跌倒？什么？就是你可能以基督徒的身份犯罪，以基督徒的身份丢了耶稣的脸，这就是跌倒。所以牧师也很担心牧师跌倒失脚，所以牧师也要努力的爬这些楼梯，才不会跌倒丢上帝耶稣的脸。老基督徒也要爬这些楼梯，才不至于眼瞎短视而忘恩啊。所以今天分享这个信息，欢迎上8楼。好，牧师真的欢迎大家上8楼。有没有去过49号的8楼？去过的举手。好，49号，也是蛮少的。好，请放下，因为我们可能在这边聚会习惯了。牧师邀请大家，好，有空有机会，你要来49号的8楼，安内好不好？好，49号8楼是什么地方？
我就知道。啊，你觉得牧师馆牧师邀请你们进去做什么？喝咖啡哦，研究历史。怎么不是进去帮忙牧师打扫呢？喝那牧师还要煮咖啡，牧师娘还要泡茶，还要削水果。欢迎啊，下个礼拜再讲牧师馆的事情。但是呢，我要介绍的8楼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地方，讲标准一点。你也讲得太标准了吧？好，史料室，好，史料室，啊，历史，好，那三个字怎么念？我怎么听起来有点味道的感觉？好，没关系，的确是很有味道。好，请问你有去过里面的，请举手。哎呦，就是刚才那些人。好，坐下。好，请放下。这里面呢，这一间史料室是哪一年开始的？这个绝对 Google 找不到。好，所以今天你知道答案之后，你就比 Google 厉害了。好，2013年啊，11年前。11年前，问题是11年有这个史料室，怎么我们这么多的人都没有去过呢？怎么这么多人都没有进去，也不知道里面长什么样子呢？所以牧师特别还把门关起来，拍了这张照片，就是要让你们自己去看。其实牧师还是先带大家进去看好了。里面呢，史料室有我们迦南教会过去58年来的历史啊。这58年来的历史，包括在迦南教会，总共有15位的牧师，这15位的牧师呢，跟刚才讲的55位的长老，100多位的执事，还有很多的小组长，一起在这个地方共同见证创造历史，来反映出上帝的轨迹。但是呢，比这些更重要的、更宝贵的是，在这里面还有迦南教会历年来的周报。历年来的和会手册，这一本就是迦南教会目前剩下最早的周报，哪一年呢？1985年，1985年，迦南教会目前可以找得到最早的周报，1985年。好，如果你在你家里面发现了1984年的周报，恭喜你，你发了好，但是呢，请你可以把它捐给迦南教会。好，我们会把它刊登在周报上面，我们会把它印在迦南教会60周年的刊物上面。好，感谢某某某好捐赠1965年。好，我不知道有没有1965年的周报了。好，如果你有迦南教会前开始20年的周报，好，拎到万一不小心有的话。你可以去翻去找，好，瑞君姐可以回去找看看。匡福长老，好，张娟老师回家好翻箱倒柜一下。还有我们迦南教会历届的和会手册，好，那这不是最早的，好，因为最早的已经快要烂掉了，我怕把它拿出来哦，好，它会烂在我的手中，好，所以呢，我拿一个比较没有那么早的，好，但是最早的是1987啊，好，这个是1988，好，那这个有很多本，好，这有很多本。这有我们迦南教会最早的和会手册。如果你家也找到1987、1986以前的和会手册，也请你把它捐给迦南教会，教会会好好的感谢你。教会是让我们看见历史是圣灵运行的轨迹啊，所以这里有一句话，我们一起来念：看见历史，见证圣灵运行的轨迹。好，抱歉，牧师今天又讲过头了。好，但是我邀请大家，好，找时间、找机会上去8楼，好，要去牧师馆，好，随时欢迎，好，但是欢迎大家，好，先去看看，认识教会的史料室，好，史料室，好，能够好好认识迦南教会的历史。这里有一面墙，这面墙就把今天牧师讲的，好，用最简短的文字都记载在那个上面，让我们可以去分享上帝在迦南教会的作为。这张照片是上个礼拜天，好，第一场礼拜结束之后，中大合唱团好的团员们到8楼好的史料室，好，在那边一起聚会分享，好，吃便当。
然后我们的长老、我们的校长、副校长，还有这些老师，在那边跟这些松大的学生们分享交流，也让他们有机会更认识迦南教会。我也邀请大家能够找机会小组的时候，能够邀请大家，在接下来这个礼拜当中，我们如果有小组聚会的话，你可以去分享你自己所攀爬的信仰阶梯，1楼到11楼到14楼，哪一层阶梯让你最难忘？而关于耶稣基督再来的应许，你觉得是坏消息还是好消息呢？对很多人来说，耶稣基督再来就是世界末日，世界末日就是一个坏消息，就好像立法院修改国安无法之后，就是台湾的世界末日，然后我们就觉得这是一个坏消息，所以必须要有10万个人去到立法院外面跟他们说，拜托台湾还要继续走下去，改变一下，不要这么硬干。耶稣基督再来，是个好消息还是个坏消息呢？因为你们都领受了真理，你们知道这是个好消息。可是对外面来讲，耶稣再来是一个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的得永生，不信的下地狱。对人家来讲是一个恐吓，是一个坏消息。我们要让他们明白，这不是坏消息，而是好消息。而我们也要在小组当中邀请大家能够一起代祷，特别为那受洗2年内的基督徒来为他们祷告，让他们信仰是有根有基，而且有属灵的同伴跟他们一起上楼梯，也为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来祷告，让我们在等候耶稣再来当中，我们处事为人都有圣经所说的圣洁和敬虔。再次邀请大家在今年里面找个时间安排小组到8楼来聚会，在那边拍个照，大家一起读教会的历史，然后大家一起来翻40年前1989年，这个是35年前，他们的人在那一年他们做了什么事情？他们的奉献在这里，每一块钱都在这个地方，没有不见。这个比你买台积电的股票，我觉得还有价值。你的奉献都在这个地方，你的祷告都在这个地方，你的服事、你的人生都在这个地方。我们一起站立起来，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我们的上帝。愿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荣耀的来敬拜他。我的灵安静在你面前，神知道你就在这里。我的灵降服在你面前，知道你是我的神。再次，我的灵，我的灵安静在你面前，神知道你就在这里。我的灵降服在你面前，知道你是我的神，让我的见你的容颜，彰显你心意，使我看见。我要在这里，在迦南教会，我要在这里中华路，我要在这里遇见你，要见你的荣耀，让我的见你的容颜，回应你心意，与你相连。我要在这里敬拜你，定义要见你的荣耀。我们举起手来说，我要举起我们的手，向神来祷告，向神来敬拜，向神来宣告说：主啊，这里是你的教会，迦南教会是圣灵所设的教会，迦南教会要在这里遇见你，
要帮助所有的人，帮助这个地方的人来遇见耶稣，来敬拜基督，来服侍我们的神，是万王之王，是万主之主。用我们的心，用我们的口，用我们的灵来敬拜这位爱我们的父神。是的，主，我要在这里敬拜你，第一要见你的荣耀，荣耀同在，充满在这里，充满在这里，充满在中华路，充满在这个地方。羔羊宝座设立在这里，荣耀同在，荣耀同在，充满在这里。耶稣，你羔羊的宝座，羔羊宝座设立在这里，让我得见你的容颜，彰显你心意，使我看见。我要在这里见到你，第一要见你的荣耀，让我得见你的容颜，回应你心意，与你相连。我要在这里敬拜你，第一要见你的荣耀。我要邀请大家再次闭上我们的眼睛。你是否相信耶稣基督快要再来？你是否相信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你已经做好最棒的预备，迎接耶稣基督的到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否愿意为了耶稣来爬这8层的楼？从决志、受洗、读经、祷告、聚会、奉献、服事到传福音，你是否愿意努力来攀爬？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否愿意更加努力的蒙召备选而坚定不移，还要尽心竭力，常常提醒激发记忆，直到你离开你身上的帐篷？求主帮助我们，求主使用我们，在接下来未来，不论是10年、20年、40年，或是更久的时间，我们都能够在上帝所呼召我们的教会蒙召备选，坚定不移，让我们能够成为属灵的阿公阿嬷，成为属灵的阿祖太祖，让我们能够一代传承一代，让我们离开这世界的时候，我们是能够丰丰富富的进入上帝的国。求主帮助我们，也求主使用我们。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帮助与圣灵的感动，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使你们能够预备好，直到上帝的国，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拍掌，把荣耀归给耶稣。哈利路亚。我们再次用这首诗歌来赞美我们的神，耶和华行了大事。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铺张云彩当遮盖，夜间是火光照。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在干旱之处使水流成河。我们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歌颂，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
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欢呼，我们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歌颂，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拍手，把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阿们。跟隔壁的弟兄姐妹说，我们一起上8楼。我们一起上8好，楼。谢谢。我们今天的礼拜到这边结束，请帮忙收一下椅子到那个椅子的推车上面。大家下午3点之前就到49号，我们参加就任礼拜，可以准时的就位。3楼、4楼都是本会的会友开放的，谢谢大家，我们互道。